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5，诗篇125篇1节到2节安尼讲：靠上主的人，亲像锡安山，永远坚固，袂摇拽。金山包围耶路撒冷，上主嘛安尼保护伊的子民，对即时到永远。三角来祈祷，保护阮对即时到永远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石盘，阮的关台；你是阮的盾牌，你是保护阮的坚固城。阮要投靠你。我要秘伫你的内面，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，所以对敌的攻击无法度临到阮，灾害也袂通瓦滚阮。主啊，我要安歇伫你的内面，享受有你同在的快乐甲平安。主啊，你应允今仔专心倚靠你的人，要亲像锡安山，永远坚固，也袂摇拽。因为正山怎样包围耶路撒冷，你嘛要安尼保护你的子民，对一时直到永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